一般心来听好主。咱做伙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必列岛林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阳谷。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圣经罗马书第8章38甲39节安尼讲，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也是活，是天使也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代志，也是将来的代志，是有关联的，是悬的，也是深的，也是任何别项受造的万物，拢袂当互咱甲上帝的疼分离。因为这个疼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的疼。这时，请咱做伙来唱《耶稣疼你》，耶稣疼你，邀请咱大家做伙来享受主的疼。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咱的正手放在咱的心中的所在。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亲的像耶稣在梦里同款，耶稣爱你，在世你敢有互耶稣梦着？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耶稣听你，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耶稣真正听你。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这世上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请咱用咱的手举起来，用手指的听。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世上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这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能使烦，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这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在与世神的爱隔绝。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各位兄弟，主是遮尔听咱，遮尔听咱，咱嘛着用听来回应伊，请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主。我专心地家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学了天顶的白。我专心地家敬拜上帝，学了伊荣耀到万世。请咱做伙举手来敬拜伊。敬拜伊，我也双手敬拜伊，我要学了伊大自
心转意哦罗伊，我专心地将敬拜上帝，专心专意哦罗天顶的地，我专心地将敬拜上帝，哦罗伊荣耀到万世。我专心敬拜伊，我甲双手敬拜伊，我要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值伊尊崇，我要专心专意哦落伊，我要专心专意哦落伊。我要专心专意俄罗伊。我要专心专意哦罗伊。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疼痛，互阮日日生活伫你的恩典中，日日的保守，无论拄着风雨，也是出日，你拢时刻牵着阮的手，引带阮头前的路。主啊，阮感谢你，赏赐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互阮无因为罪甲你相隔离。这是阮要大声唱，互山啊敬拜阮的主，求你圣神降临伫阮的会中，充满着每一位听主的兄弟姊妹的心中，互阮的敬拜成做芳芳的祭，献到你的面前，互你欢喜。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免。请咱做位起立，咱来唱好山啊，将一切阳光、尊贵、乐乐拢归互咱的主。我
这是公道的时间。邀请兄姐、兄弟姊妹同齐为着咱教会妇女姊妹的欠缺的病体医治，甲属灵的生活来做伙祈祷。邀请慧燕执事来带咱做祈祷。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上帝，感谢你的保守看顾，互阮拢得到平安。嘛，阁有即个福分，会当伫遮敬拜找到你。今仔日是妇女事工主日，恳求你用你奇妙大权能，亲自牵阮每一个妇女的手，互阮每一个妇女拢会当成做领受你特别恩赐的妇女。伫教会事工甲阮的家庭工作，拢得到你的祝福，恩典满满伫阮身上，荣耀你的名。这是阮也恭敬将今仔日的聚会，交伫你的手，求你顾守阮每一个参与服侍的同工，嘛看顾阮同心伫你圣殿的聚会。愿牧师所传讲对你遐来的信息，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福气。我的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启用的时间，咱要邀请美菊姐妹来参加来启用。咱这是三角来启用，启用文记载11篇，诗篇32篇。我来启，兄弟来应。罪得到赦免，罪恶得到撤销。这款人真有福气。上主无算伊的罪，个心无奸诈。这款人真有福气。我若点点无认罪，就规日害惨，连骨头拢打去。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我的精力亲像雨，连热天的日头，打甲打去。我有对你背了我的罪，无污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的罪。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会因愿意。你是我稳捌的所在，我会庇佑我脱离艰苦。你为用得救的我，死命为我。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眷顾你。毋通亲像马如无知识。要用马加姜，马落束，约束才会抓住你。歹人会受真济痛苦。毋过我做上主的人，有资源死命为伊。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着大声欢呼。以上。这是咱的吟信诗，献信诗207首。上帝至关，我爱称赞，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至关，我爱称赞，上上我的慈祥，最美的月亮，星星照亮，我靠我主的娘。让你的人，让你的行。
这是咱要来邀请咱妇女姊妹，今仔日所要献唱的是歌是《万米充满你的恩典》，还有一首叫做《看见神的爱》。来
第一点，本主日为妇女事工主日，感谢今日参与侍奉的姊妹同工，愿主纪念恁的手所做的工，为后所参与的侍奉姊妹同工，劳保伊代情去团体上。第二点，今日会后举行小组聚会，在点欢喜礼拜照常聚会。第三点，请咱同心为着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扶穷，求主平息战火，求主降下平安的灵，止息仇恨与军事冲突，赐下谈判的智慧，求主引导两国领导人与国际社会寻求公正和平方案，兼顾当地教会，为当地的基督徒与宣教士代祷，求主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我留下你们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章27节。煞遮咱今日要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伫哥林多后书9章8节，请咱做伙用台语甲华语来读一解。阮上帝为互逐项的恩典充满到伫恁，互恁万事常常充足，通行逐项的好事到满满。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哥林多后书9章8节。咱今日经文的分享是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6章8节到11节。这是咱要邀请秀华姊妹来共读，还有咱的小朋友宇恩用华语来读一解。下面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第8节到11节。第8节，伊的学生中一个人，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甲伊讲。伫遮一个囡仔有5个大麦饼、2尾鱼，总是将遮个，互遐尔济人有够担落。耶稣讲：恁甲遐个人坐咧，迄个所在济草，人着拢坐，数也约5000人。耶稣摕遐个饼，祝谢了后，就分互坐伫遐个人。鱼也是安尼，拢照因所爱。以上。咱请咱的小朋友宇恩。大家平安，我要共读圣经约翰福音6章8到11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还算什么呢？书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谢谢。
题目是伫缺乏中遇见全然丰盛的主。也邀请牧师为咱这小朋友来祝福。谢谢。来，我们请所有的小朋友到台前来哈。来，今日阮母恩哈去检定，所以他不在了哈。咱这回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带领这群细囝，会当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主你的祝福。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当阮每一摆将这细囝交伫上帝你的圣手，阮知影上帝你要用你的话语常常来教导因，嘛，互因伫领受圣神的大气力的内底，来认捌上帝你所甲阮三甲同在，甲阮三甲之地，迄款的平安甲喜乐。主，阮要为着即个世代充满着侪侪混乱、战争的开始，阮会当搁较谦卑顺服的心，伫你的面前来主你恳求。愿你的灵充满在这一群孩子身上，让他们成为未来主你国度福音的精兵勇士。求神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他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从爱主的心里面来发出，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神你的手中，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的聚会能够成为馨香的火祭。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上帝祝福你们。牧师伫遮嘛来介绍咱的朋友啦吼，久久无倒来伫咱中间的素慧杰吼，素慧杰甲因的儿子郑宇，咱请他们起立吼，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好，请坐。他们从马来西亚啦吼，那一段时间会回来台湾。古底是伫咱旧礼拜堂的时阵吼。听讲是这是魔长老吼，应该魔长老伫路林的时阵熟悉，后来较知影讲咱教会迄个所在，所以唔是安尼吼。黄淑文牧师的时候，好，对不起哈。所以他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在我们的教会，陆陆续续不定时的就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也时常在关心他。待会私底下能够留一下他的 LINE， 因为他时常都在 LINE 里面跟牧师还有肖长老。但是因为 LINE 讯息有些时候只有牧师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也保持私底下有机会，待会我们会后可以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啦哈。嘛最近咱嘛知影这个国际国际社会嘛充满侪侪混乱甲战争，咱嘛常常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哈。咱伫开始前首先牧师嘛感谢今仔日所有咱这姊妹恁的辛劳我相信这是上帝互咱伫咱中间一个真好的一个模范啦吼。咱看见因的备班，甲几个整个的礼拜我相信这是上帝赏赐咱大桥教会真水的礼物。那因每一个兄弟，每一个弟兄，我们也应当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来做这样的侍奉哈。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同心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妇女的主日，互阮伫今仔日做伙会当看见即群的姊妹，因若亲像生命的基石迄种的奉献，互阮会当知影因军队主的骹步是遐尼甜蜜，是遐尼水。恳求上帝你圣神嘛亲自运行伫阮中间，无论阮即马在经历什么款的欠缺甲不足，阮拢用你的话语来成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伫人生的道路来经验着上帝你美好的赏赐。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阮、激励阮、赏赐气力，互阮。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是无需要请你边爱身躯边的人甲伊讲，你的手中正握着神机的种子，正握着神机的种子。佮甲伊讲佮对伊讲不要小看你自己，主要用你，主要用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主要用你。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很重要的概念那牧师今天也会稍微多说一点华语，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刚好这个郑宇他本身马来西亚
伊伫马来西亚出世，所以听无台华语啦，吼啊，所以他也希望听无台语，我讲唔对，好，华语、马来语、英语，哈啊，所以 OK， 所以牧师尽量会有穿插的方式啦，哈伫1880年的年代，哈，美国的一个费城的所在有一间怀恩堂教会，有某一个主任，哈。有一个叫做海蒂的这个查某囡仔，伊想要去参加主日学，伫礼拜堂中间吼，哇，太济人，拢满是，伊无法度通好入去。伊伫门骹口咧等，心内咧想讲，等下若有囡仔离开吼，安尼我就有机会当入去礼拜堂啊。当教会牧师看到伊伫门骹口伫遐咧等待，这个海蒂的上间，伊这个牧师吼忍不住觉得很甘的去甲伊抱咧。然后就甲伊带入去礼拜堂，徛伫个经架头顶面去上课。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即个牧师伫假日，即个教会牧师伫行要去到伫教会路中，拄着即个要去上课的即个吼，要去上学即个海蒂，伊就对即个海蒂讲，伊讲哦，海蒂，我甲你讲哦，我们教会吼不久以后吼就会有更大一间的、比较大一点的主日学教室吼。2当过去，即个海蒂小朋友。因为破病过身去，伊个厝里的人伫伊个枕头下底吼，发现讲吼有一个啥，有57分吼，有57센的即个美金啊，也就是代表差不多18块，伊所欠的。内底这个钱的中间有一个字条啊，写讲这是要为着帮助教会来起更较大间的教室，通互更较侪小朋友会当来聚会所在。所以后来呢，这个牧师伊伫追思会中间、追思礼拜中间，流着目屎，将这57分倒伫这个桌顶。这点仔钱可能买一块这个啥，这个砖头哈，建造教会的砖头可能都没有办法。但是这57分的钱呢，却能够在人在教会在极缺乏当中，全然的奉献的那里面的感动了整个教会。弟兄兄弟姊妹。想袂到，这57센的钱，后来真做因教会内底去做拍卖啦。大家拢讲，哎，牧师，我来买这57分，然后大家人拢甲伊买了，佮安怎？佮甲伊奉献转去互教会。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呢，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佮这个中级，就将这个海地的省来成立一个叫做怀尔特协会。专门来管理这57센的这个拍卖的所得，想袂到这安尼拍卖吼，卖到最后吼，竟然互这间教会去买到教会北面的所有地产，然后提供主日学未来的使用。想袂到海地的这个动作，煞大安那梦想有没有成真？成真了。嘛，真紧怀恩堂的人数不断增加，场地嘛开始佮地袂落啊。教会牧师就决定，伊要佮另外佮来买一个更较大的所在，人会当互更较侪人。当伊头一摆去前往去拜访一个地主叫贝尔德，伊去问这个地主讲偌济钱会当卖互教会。这个贝尔德就甲伊讲爱3万美金嘛。教会牧师足诚实就甲伊讲真实的，阮教会吼敢若有57센钱啊。后来呢，倒去教会了后，伊含这个执事吼讨论了吼，假日就去找这个地主，甲伊问讲你愿意吼，若会使吼，你土地甲阮保留5当啦，一直到教会吼欠3万块了吼，阮才来甲你买啦。这个贝尔德当甲伊讲虽然这个土地价值3万块，但是我重新考虑了吼，我愿意用2万5来卖互教会。而且呢，恁只要付我57센钱做头期款就会使，好57센的当头期款就可以了。这个牧师听着57센，这不是阮教会头一摆伫拍卖中间兄弟姊妹佮奉献互教会这57센这个海地所留来这个美好的见证嘛。后来这个地主伊就咧分享，伊讲我就是听到咱的教会。有一个遮尔啊水的见证，所以呢，我愿意嘛用安尼的方式，安怎？
这教会牧师吼，要来用这57圣，就安怎？就真正用安尼来附和，就安怎？附和这个贝尔德这个地主。后来这个贝尔德地主摕到这57圣了，伊个兴互教会。兄弟姊妹，这57圣毋若不断必增，嘛，互这个怀恩堂这个教会从开始，毋若买着主日学教室，后来佫起着新的礼拜堂，甚至最后成做一个天普大学成立。后来因佫办了病院啊，所以兄弟姊妹，57圣钱伫银行内底，敢有算啥物？无算啥物。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开启了神机的钥匙，不是吗？所以他多牧师甲你讲，甲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手里摕着啥？新约的种子。这个新约的种子是啥？有可能是你对你身躯边的一个人所讲的一个祝福的话语。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看圣经节内底，安德烈。伊看到五块饼两尾鱼，伊敢若看到有够食还是无够食的限制啊。但是伊忽略即个物件，若交伫耶稣的手中的时阵，却无搁再是限制人的欠缺甲颂扬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来看这段圣经节，可说是记录了一个很重要、非常有名的。当人如何在欠缺当中经验上帝赏赐的可能性啊？兄弟姊妹，我们所信的信仰，你相信上帝他那不可能的创造吗？你相信吗？如果你若无相信，你就一直活伫欠缺、不足、甲丧凶的生命内底。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所看这段圣经节。会当讲五块饼两尾鱼，只不过是一般人普遍的这个食物。安德烈看到的是量的无够额，伊感叹，伊咧讲，这叫有算什么咧？总是将这个互遐的人有够大了，意思是讲啥？这较有法度啦，这较有可能，这无法度啦。其实上帝无需要咱的济啊，咱有偌济啦。上帝伊所爱的就是咱献上的心。所以他多咱看到这姊妹，因其实足紧张的呢。吼，其实吼，你看因的面吼，敢若笑袂出来，其实因是足紧张的呢。吼，不断的小张罗一定讲爱笑啊吼。兄弟姊妹，人伫紧张的中间，人伫不足的中间，拢会感觉我唔知要安怎表露家己。但是上帝爱咱做什么代志？我们从今天圣经节里面，约翰福音第6章8到11节里面，神迹发生的那一刻。并不是耶稣变出足侪物件，足侪人的物件，这足简单的啊！伊咧讲的是啥？伊咧讲的是这个囡仔，伊安怎？他放手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是这个囡仔他放手，他松手的那一刻，我看到是一个主管呐，伊将伊的物件安怎奉献出来啊？你莫小看这个动作哦。一个囡仔，咱这囡仔，我若要甲讨一个物件吼。伊讲这我的啊，想到我就爱摕出来啊。兄弟姊妹，一个囡仔伊会当摕出来。我看见这内底有一个足重要，圣经在，今日圣经在，我的资源伊转换做是上帝的器皿。所以兄弟姊妹，第90个内底，咱看到安德烈讲，这内底有一个囡仔，伊摕着5块饼2尾鱼。这是对这个细囝来讲，可能是伊的中昼顿，伊准备要食的物件。这是伊所拥有的，这嘛是伊的个人财产。但是咧，当这个囡仔伊将这5块饼2尾鱼摕出来，转到耶稣的手上的时候，这个资源的属性就怎么样？就改变了。所以兄弟姊妹，伊本身5块饼2尾鱼原先只不过会当满足这个细囝，但是当伊交出来了后，竟然会当成做上帝700几万人、几千人的工具。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讲主啊，我将我的身躯全然交托给上帝的时阵，这代表啥？代表是一个主权的交托。兄弟姊妹，咱甲主讲，主啊，我这点爱才能，我的时间，这原底是我的，我的。我们学习交托，代表是我不再坚持怎么使用它，我要全然的把这个时间奉献出来。
所以咱有一位兄弟吼，佑廷有无？好，这个兄弟，好，伊虽然伊听无啥有，伊的文字记忆，他有所谓的智能上面的障碍，但是牧师提醒他，我告诉他，我甲伊讲，你会当听偌济，算偌济。好，他的心非常单纯，但是我就告诉他，神爱你，我们都爱你。所以兄弟姊妹，咱伫生活的中间，咱伫生命的中间，当咱会晓对一个人安尼甲伊疼惜的时阵，伊昨摕一包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啥，跳跳糖啊，伊讲要叫请牧师摕互囡仔，我甲伊讲，你莫摕互我，你亲手摕互囡仔，吼。啊，然后呢，会知影吼，伊摕跟敢若摕互宇恩呐，啊摕互宇恩了安怎？泽恩走来甲我讲，爸爸，我也要那个东西。哦，我知影，原来安怎？因为无注意到讲爱囡仔爱哪爱共享啊，所以伫咧中间就会争吵啦。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我感觉真奇妙。当伊摕即个物件去奉献互即个囡仔的时阵，即个囡仔伊讲爸爸，我有即个物件哦。我甲伊讲，你们要感谢人家，但是不要跟人家要东西。机会教育，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智慧就在那当中伸展开来。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将咱的资源转做神的器皿，就是成为我们生命当有的智慧。我们应当要把这个智慧记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咱看第11节内底讲到，讲提到讲耶稣叫众人拢坐落来，然后摕去饼祝谢，对无？兄弟姊妹，这是啥？伫人的计算的内底，转做对上帝感谢。兄弟姊妹，当咱交出来主权了后，耶稣教导咱一个最要紧的智慧，就是咱爱感谢啦。咱物件来交出来吼，有当时咱会想讲，这物件是我奉献的呢，对无？咱袂晓去感谢，讲这原底是上帝赏赐的。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无感谢的心啊，有当时吼，咱会举做讲，伊就较济伊去奉献的啊，咱袂晓感谢啦。兄弟姊妹，上帝通过耶稣咧教导咱，耶稣叫众人拢坐落来，然后把这饼摕起来祝谢。伫囡仔手中，这5块饼2尾鱼的价值，只不过是一个物理、物质的物理上的定律而已。但是伫耶稣的手中，竟然经过祝谢、感谢、祈祷了后，这个资源就对地面上的计算，成做属天的供应。所以兄弟姊妹，这互咱一个足清楚的一个启示。当咱欠亏的时阵，咱习惯用计算机咧计算，这叫做人的主权。也是讲咱愿意来献上感谢。我会记得有一个长辈时常咧提醒我，提醒牧师，当教会，当有人为咱教会咧奉献的时阵，牧师嘛常常提醒咱中集，咱教会咧建堂的中间，拢有个人奉献咧足大笔的。其实每一个人无论多少，咱拢爱感谢伊。但是特别伫迄个有奉献较侪的人的身上，牧师我拢鼓励咱。一冬内底一定得安怎敲一通电话，去甲安怎去甲伊关心说多谢。其实牧师有过去伫咱有真侪在关心咱教会外口面的教会兄姐，我拢会敲电话去甲伊说多谢。这个动作有要紧无？最要紧。这个动作会当互人知影，恁会晓感谢伊，感谢上帝的赏赐。人若知影咱是一个会晓感恩的人，人就安怎？人就会更较愿意知影咱有一个不足甲需要。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神学的逻辑，跟咱拢是无相款的。咱拢是掠做讲，我爱累积到真多，我才会当分享。毋是，上帝要看咱的是咱是毋是有愿意奉献的心。兄弟姊妹，圣经内底有真侪故事咧，甲咱讲起这个代志咱做伙来看，几个故事第三，咱先讲这个第3点今日圣经在内底讲起对11节内底有讲到讲，耶稣摕遐个饼祝谢了后，就分互坐人。然后安怎？鱼嘛是安尼后壁迄句足重要，伊讲啥？拢照因所爱。兄弟姊妹，咱所爱的是啥？是不是丰富？是不是拥有更多？是不是？难道你们都不想吗？会不会？会。你工作，
你10000块，敢有法度通过日？当啊出来做工课的囡仔吼，大学生吼，伊感觉会使啦。但是当伊若到伊要娶某生囝，要成立一个家庭，10000块敢有法度？无法度啦。所以人伫生活上拢会感觉我爱搁较丰富，搁较多。同款，当咱伫奉献的中间，咱用感恩的心刻出来了后，上帝通过耶稣嘛咧甲咱讲，鱼嘛是遮多，饼嘛是遮多，拢照因所爱。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作者为什么写一句，拢对着因所爱，意思咧讲上帝赏赐伫咱人欠缺中间，上帝甲咱补足袂会啦。所以咱大桥教会毋通看咱大桥教会是小的教会哦，咱的看是看咱的心，咱的生命有丰富无？兄弟姊妹，当囡仔交出饼的时阵，伊可能毋知影，伊家己小等的，敢是有物件通去食呢？较侪人问道甲我这5块饼2尾鱼，甲我摕互耶稣。我感觉这个囡仔无简单哦，伊的心伊选择相信耶稣。这个主权上悬的表现，就是在于伊无搁再为着结果来负责，伊只不过完全交托来做负责。我讲主啊，我就是要交托互你，这个钱我奉献互你，就是要成做教会路用。所以当咱欠缺交托主的时阵，咱就是将咱烦恼的代志变做是怎样完全交托，互这个当赏赐我喜乐甲拥有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撒母耳上卷第16章第7节，撒母耳在选王的时候，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非常特别，在里面你有机会去看第16章，好，里面在看到撒母耳在选王的过程里面。耶和华上帝他对撒母耳所选的那几位大卫的弟兄，上帝没有选择他们，上帝选择的是谁？是大卫。可是，在那当中的记载很特别，都是讲到一开始撒母耳选的都是那个高壮，然后打仗是很有力量的。可是上帝选择的却是什么？小小的，可是他有愿意的心。才华愿意顺服神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圣经节很特别。他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在撒母耳选王的各过程当中，其实大卫的哥哥以利亚，还有亚比拿达、沙玛，他们看起来都是非常丰富强壮的。可是我们却看见，上帝选择是在旷野牧养的大卫。所以兄弟姊妹，咱再来看一段圣经，在列王纪上第17章，12节到16节里面，以利亚先知他在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让他起身去找这个什么，去撒勒法的地方，然后住在那里。上帝吩咐了一个谁？寡妇。这个寡妇她怎么样？她家里只剩下一点点面粉，可以做几个面包，而且只有一点点油。可是上帝在那当中有没有赏赐给他？有的，是他愿意奉献出来，来招待一个上帝的使者。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心他的逻辑真的不是像我们所讲的，我们要等到多少我们再来做，而是我们愿意的心投入在爱人、关心人，在祝福的产业上面。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你的生命祝福在你身边的人，愿你的生命能够祝福在你身边的人。所以上帝不是欠缺资源的上帝，咱所熟悉的上帝不是欠缺资源的上帝，咱所熟悉的上帝他是啥？创造资源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无论咱的环境如何，就算咱的手边那亲像敢若5块饼2尾鱼遐尔少，但是咱会当甲主讲，主啊，我将我所有的请交托予你，请你接纳。这就是咱今仔日伫妇女主日，咱看见这群的姊妹，因愿意伫这个时间奉献这短短时间，会当甲咱做伙伫侍奉的内底体会。所以你茫看因唱第2条歌叫什么名？看见神的爱。好，
我们要在困难当中看见神的爱。我们不是在困难当中看到了谁的问题，不是。神要我们看的是神的爱。所以牧师用几点来看咱分享，咱要安怎样，互咱会当来做突破，互咱伫欠缺中间看见上帝的丰富。咱对第一项，好，我们一起说哈，第一大点，承认自我的限制。我们要懂得诚实的面对自己是不够的，不要认为你自己太丰富了，太拥有什么，这个我知道，这个怎样，这个怎样。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来，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常常以为强大才是服侍侍奉神的本钱，但是其实不是的。我们需要的，咱需要的，就是爱承认咱自己的不足、软弱，时常来到主的面头前，认罪悔改，求上帝帮助咱。所以上帝恩典敢会倒伫倾泻在一个自认为好像什么都有的人身上，会不会？那你想象一下，想一下哈，咱的生命那亲像一个杯啊，你的杯啊内底是地满满，当然咱会当去分享迄种充满喜乐，迄种满满无共啊。我要讲的是讲，咱的生命如果你若是一直拢是保持拢是满满是的稳定的时阵，然后你用感觉你无需要人去给你帮助，你会安怎？你还会去接受上帝要给你的东西吗？不会。你会认为你已经够了，所以我感觉咱每一个人拢要保持一个心，开阔的心。所以兄弟姊妹，当你甲主讲主啊，我面对我的困难、破碎的家庭也好，也是真侪工课、教会事奉，咱真正只要一点点的耐心，咱唔免安怎，不要太快把你的情绪、把你的生命，把它怎么样看作为说我没有办法。咱来甲主讲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的不足能够再一次让你的能力来充满，让你的能力充满我的心，让我的生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得着丰富生命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当你承认自己的生命亲像伫一个打扫的所在时，你才会看到上帝所要予咱的应允甲祝福是什么。第二个这个是感应的问题，这不是我们音控的问题哈。来帮我按下一页哈。电脑的问题哈。之前牧师有一段时间说，私底下就跑去跟承恩讲说，承恩怎么了？为什么这样？然后很凶哦。然后后来我在跟他讨论过程当中，还让他受伤我觉得很抱歉。后来我去了解到，原来是软体问题，还有网络问题。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要互相了解了哈。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缺乏当中，欠缺中间，真做新的出口呢？入口呢？咱来看第二个，就是要学习马上交出来。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里面，让我们一个非常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待自己变强、变丰富、变有钱、变有了，我才愿意给予。但是实际上，今天圣经节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奉献？有一个姊妹，伊本身袂晓唱歌，伊嘛无法度通上台做啥物见证。伊对牧师讲主互我的才能无遐多啦，我只不过会当安怎，共车衫做遮个代志啦。后来呢，伊看到偏乡有侪遮个囡仔一个衫穿甲安尼薄薄无衫通好穿。后来呢，伊就开始安怎？将伊厝里存落来这布开始伫咧添啦。后来伊利用祈祷利用做这个动作工作来帮助这个细囝。后来呢，伊对这无介做这个衫这个物件的工作，后来安怎？竟然互这个社区做这个姊妹，大家看到伊这个动作真好，然后安怎？大家人拢对你来做啦。所以后来呢，这个姊妹呢，伊后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但祝福着伊家己，嘛祝福着社区，嘛互这个社区的人有机会参与伫
这个教会，甚至伊所接触关怀的人的心中。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若亲像咧对主讲，主啊，我伫侪项顶面，我无法度通做啥物，但是我期待我的生命会当真正成做别人的祝福。咱着爱真正用咱的行动来做伙来做这项要紧的事。所以兄弟姊妹，第三项牧师跟咱分享，就是咱观看到感谢祝福的代志。有真侪时阵，咱咧丢毒啦，丢毒讲我敢要奉献无啦，丢毒我敢要付出一寡心力来参与啦。这个物件其实咱拢毋免烦恼。其实上困难、上水的一步就是安怎？亲像今日咱所看这圣经内底这个细囝，安怎将迄个物件安怎刻出来？这个主权安怎刻出来？所以兄弟姊妹，人上容易焦虑、烦恼的代志，就是我等下要食啥物？敢有人即摆咧想等下要食啥？哈，加减啦，吼，加减。但是我甲你讲，这是做自然的代志。咱会做容易烦恼，咱接续要做啥物代志？敢有法度无？兄弟姊妹，咱爱观看感谢的代志是啥？咱毋通去计算咱家己咧算的代志，咱爱注目去看上帝应允。咱的教会要做啥物？教会要做啥物代志？敢有人会当我讲？中间莫讲哦，吼，兄弟姊妹，教会咧做啥？杨明姐，教会要做什么？唔知？今下这教会要创啥？教会，就这样，教会要创啥？哎，教会要的目的要做什么？宣扬爱，传福音。对，宣扬爱跟传福音，很简单。教会做任何工作都没有什么比宣扬爱、传福音。就算做每一样工作，都必须要以宣扬爱、传福音为目的啊！而且要让人看见你们所做的是为神所做的，为我们的主，甚至跟随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兄弟姊妹，当你将你这微小的奉献交托给上帝的时阵，你的责任就结束了。但是这要结束，有哪有上帝的时间啦？吼，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常常亲像这个细囝相款。当我们不再焦虑我们自己所欠缺、所缺乏的，我们自然就会在安静的里面看见神给我们的使命工作是什么。所以兄弟姊妹，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互咱足清楚知影，伫主的手中，无有一份小小的奉献是无价值的。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的奉献，上帝都必纪念；你的奉献，上帝都必纪念。所以，这个时阵，牧师嘛要邀请咱做伙来思考，你是不是要搁在为着你家己的欠缺，伫遐咧烦恼？牧师有咧甲咱讲吼，牧师到伫3月底，我就会开始准备离开到咱教会。牧师其实嘛会烦恼，我烦恼啥？有当工咧甲牧师讲，牧师你接线要去倒一间教会吼，我会想尽办法有机会帮你去找看卖。我讲毋免，我要交托给上帝，顺服上帝的带领，因为只有上帝圣神的带领，才会当互咱会当体会到上帝的赏赐啦。所以上帝互我有一个提醒，我甲我的细囝讲咱我们在大桥教会，我们4月份到6月份爸爸要带你们去各个教会观摩，因为我的囡仔自出世后壁3个囡仔拢是伫大桥教会生的啦，因拢伫教会做主人因拢拿地主地主霸权他们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主人，要怎么样去接待人，所以我有去找几间教会的牧者，跟他们先说好，说我会带着我们的孩子去观摩，请因不用紧张还是怎么样，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去做学习。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用的感恩，不再焦虑，完全的交托，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的赏赐的供应是什么非常丰富的。求上帝帮助咱。耶稣伊拄好当下咧甲你开，来，
来到我的面前，凡劳苦重担的到我面前来，我要让你怎么样？不再忧虑，还要赏赐给你丰富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唔免计算咱身躯边的五块饼、两尾鱼，是毋是有够业？上帝伫主的手中，自然就有够业。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伫交托的中间，看见咱本身所拥有的，就要成做上帝所要行新约基督的美好的见证。愿上帝赐福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恳求圣神搁一摆充满阮的心。虽然阮真微细，虽然阮真不足甲欠缺，总是阮要跟对主的脚步，亲像门徒相款。真实，阮毋是简单看见阮眼前的限制。阮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你所应允的丰富的赏赐是遮尔那美好。阮着掠着即个目标，伫阮所头前的表所在，阮着好好来去跟对主。主啊，阮需要亲像圣经内底刻出五块饼两尾鱼的囡仔相款，用一个单纯愿意的心，交托付出代价的行动。阮嘛用感恩的恳求的内面，定心搁一摆来领受上帝你所要赏赐丰富的产业。愿主你伫今日通过你的话语、真理的启示，来祝福伫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互阮的侍奉伫军队主的脚步的中间，来领受主你所赏赐去新约基督的丰富的恩典。愿上帝你帮助阮，祝福阮逐人的生命有健康的心心灵，继续为主跑走天路。主啊，阮嘛要为着世界有侪战争的发起。互阮真侪人的心惊吓，甚至毋知影头前的道路。总是主，阮相信，伫主你所掌权、所创造的世界内底，主你的确掌权，主你的确有你美好的心意，互阮会当时常伫等待、听候、祈祷的中间，迎接主耶稣搁再来。当阮的生命伫陪伴、警醒的祈祷的内底，阮的心就无惊吓，阮的心就平安。主，你甲阮讲，和睦三听的心，互阮会当真实成做主你的儿女。恳求上帝，你将这款的应允嘛赏赐互阮。你甲阮讲，互人和睦的人有福气啦，因为因要称做上帝你的囝儿。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成做这款生命的人，来荣耀主上帝。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咱做伙起立来吟这条歌，为主来做干净。为主来做干净，主是喜乐的友，耶稣天堂来拥有，我让你我心受，为主。为主来
同心来奉献。做伙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心献我你，耶稣荣耀你心，我的在情你救赎，甘愿耶。来做念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力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伫做伙来吟上用的诗。我的兄弟，你关其尊，做我的主，万国万尊，体面现在你也万民，眼光都有美雅信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温柔佮充满大气力的感动，常常来引带咱，互咱的生命甲主三合之地，常常会当行伫上帝应允的道路，为主来做光做盐。伫不足软弱的中间，常常愿意交托的心，伫敬信基督的内底来听候上帝美好的赏赐，直到伫丰富甲完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立倒。这时我要邀请咱众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唱，耶和华祝福满满，咱彼此来祝福。亲像爱你。
补充报告吼，咱教会的迄个停车位，迄个21号，咱伫迄个3月初2，咱就停止有